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后里有一对爸仔囝种新品种的甘露来，讲这个甜度悬、品质好，真抢市，是种袂富卖。 行入来仔园的顺是今年50岁黄景荣10多年前为老爸手中接这个来仔园，本来种的是新兴来，4年前开始转种新的品种甘露来，跟老爸一直研究了，即马逐年种出来的来啊，唔那高接，阁有甘蔗的芳开。现在不用广告啊，就是你还没有开采的前1个月就电话都接不完了。 因老母更加将甘露来摕来做料理炖鸡汤，成为后里地区的农村新特色。它的汤头是清爽的啊，然后它这样子会润肺啊，其实夏天喝还蛮好的。公所表示讲，后里生产的来啊，旁边高接，品质真稳定，希望讲透过行销推广，帮助这农友开拓通路。 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